你有冇試過放啲支裝水喺架車度呢？小心啲啦，你可能已經飲咗唔想飲嘅嘢。夏天天氣好熱嘅時候，大家都會放啲支裝水喺架車度，等上車嘅時候口渴可以即刻飲。但係咁樣做真係有啲危險㗎。重症科醫生黃軒話，如果你擺啲支裝嘅膠樽水喺架車度，太陽一曬，啲水嘅溫度熱到好高，你再飲落肚，可能已經係唔止飲水，仲飲埋啲塑膠落肚。點解咁講？原來膠樽例如 PET 或者聚碳酸酯喺高溫會釋放啲化學物，好似好出名嘅 BPA。哈佛都做過研究，連續用膠樽飲水1星期，體內嘅 BPA 高咗70%。BPA 係咩？其實就係一種內分泌嘅干擾物，長期接觸可能會搞亂我哋嘅荷爾蒙，影響男士嘅精子質素、女士嘅排卵期，甚至易肥、糖尿病、血壓高、心臟病，一路數落去都係啲唔想中招嘅嘢。咁應該點樣做先可以安心啲呢？千祈唔好將樽裝水留喺車度，尤其是係夏天，車入面熱到60度都有，用返玻璃樽或者不鏽鋼水樽，乾淨又環保，耐高溫又唔驚出事。如果真係要用膠樽，睇清楚有冇 BPA-free 嘅標示，底部有井漆就要留意啦，真係唔值得冒險。跟住迪安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